今天刚开学分班的事啊。彤彤姐姐，我们换了新的老师哦。哇，你们换了一个新的醒长啊？对啊，是一个很温柔漂亮的老师哦。哇，那现在你们班上一共有几个学生呢？我们班上有30个学生。哇，这么多！那你们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？有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介绍哦。可是我每次看到台下有好多人，就很紧张，说不出话来。哦，你会这样啊？我知道了，那你就把他们都当作西瓜就好啦，这样就不会害怕啦。原来亮亮都把大家当作西瓜哦。点点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只要多练习几次，上台讲话就不会紧张了哦。真的吗？那我出门了。等一下，点点，你会去哪里啊？我会去后告练习上台说话。醒桑老师，醒桑老师，点点，醒桑交代的功课你都做完了吗？还剩一点点。那为什么不赶快做完呢？那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，先写完，明天就没有功课做了。学生诶，学生，学生诶，学生。彤彤姐姐，我想要当老师，不想当学生。为什么点点不想要当学生诶呢？因为当学生要写作业，好麻烦哦。当老师只要出作业就好了耶。醒桑，学生诶，小朋友在学校有没有跟老师同学都玩得好开心呢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伟